我要喊了啊！鹏鹏，是我。九王。鹏鹏不必紧张，我已经让杨岩查探好了一切情况，才帮我翻进来的。那就好。北漠的事我已经安排好了。您是怎么安排的？齐胜身为一国之君，不听群臣劝阻，执意北伐，导致国力消耗，民生积怨，更让自己身死疆场。这也算是罪己诏了。也就是说，那个时候齐胜已经……没错，我打算安排几个死士，趁着战乱，神不知鬼不觉地刺杀齐胜。这个方法真的可行吗？现在的形势也只能如此了，鹏鹏要谨记，一旦我那里成事，你就用此圣旨辅佐小皇子登基，你便顺理成章地成了太后。没想到九王竟为我做得如此周全，你大可不必冒着如此风险。万一事情不成，若是不能成事，甚至事情败露，所有的罪责都怪在本王头上。鹏鹏，你大可放心，